生像一杯无参糖的乌咖啡，是甘是苦是各人的滋味。女人为着爱，迷人的歌声唱出女人的心声，甘甜女人心是蔡尚义老师作词的作品。啊，毋若写歌词尔，蔡尚义老师伫咧业界拍广告、做演员，啊，阁有心情甲时间写出淡水旧情，写出山野花，写出安平之恋，一条搁一条，遮尔轰动的作品。要来开讲进前，咱先来听伊的好朋友，也是广播节目的名主持人张湘玲小姐，讲起双人交陪往来过程。阮的感谢会当幸福上宝贵。其实我做细汉的时阵就知影伊啊，就细汉的时阵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矫情？没有，因为他都拍广告，一球蛮牛太太啊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的嘛。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一样在配台语新闻，可是你知道他的配音方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1分半钟的新闻带，咱可能5-6分钟就会当完成啊。不过你刚才还当蔡湘义老师啊，伊有法度，迄度配音配到3点半暝，配到2-3点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配音要配那么久？”他说：“我都干嘛？安尼我都不满意，我都要一直重来，一直重来啊，反正也没有人管啊，我们就是好好的配，把它配到完，把它配到完就好啊。”可是你知道吗？正因为他这样子一份坚持，他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这样持续的走下去。伊做人命嘛，做人婚呢，因为伊自做细汉时，伊就知影讲，我这世人，我就是爱靠我家己。啊，伊每一首歌其实拢有一个故事，像我前几天我就咧听伊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袂当袂记》嘛，好像是林良欢唱的。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阵，我听到我忍不住眼泪就流了，因为我感觉伊在写因老母，对啊。他可能在写他的母亲，因为他母亲在好像刚刚前1-2年就离开了嘛，对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，当你在听一首歌曲的时候，你可以对不起，你可以知道他当时的心境是什么。Amy， 我还是习惯叫你 Amy 啦。其实咱两个个性就同的。就是我们都很主观，然后对有些坚持的事情也很执着，但是呢，我相信这样的执着，它不见得一定都是傻。你在你的音乐路上，或者是在你的艺术创作路上，我相信你照这样的方向继续坚持下去，一定会越来越好，一定越来越好。爱加油哦，爱你哦。花蕊轻芳，希望中多再开一丛。难忘的故乡，经历做爱的心，不爱的人。打开心窗，山野花开满丛，阿爸甲阿母欢喜丰收好。感谢一生做爱的人。
梦中搁再开一丛，难忘的故乡经历做爱的心，不爱的人。打开心窗，怎样花开满丛？阿爸甲阿母欢喜丰收，予你当。又一阮大汉，草路不轻放，感谢一生做爱的人。打开心窗，怎样花开满丛？阿爸甲阿母欢喜丰收，予你当。又一阮大汉，草路不轻放，感谢一生做爱的人。进来欢迎民族诗家蔡香怡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国政兄你好，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但是观众朋友吼，看到会甲国政啊讲，讲国政啊敢有影？迄毋是啦，广告拍足侪支，敢真正作诗家这个人？一个人伊有各种的这个面相啊，对吧？外口伊是可能是做头家，也是做新郎；转去因兜，伊可能做爸爸，也是做妈妈，嘛是人的查某囝。我拍广告，演电视，我嘛写歌，无冲突啊。所以国政啊无甲恁专家哦，真正是蔡香怡老师所写才会感动人的歌词。祝生意招朋友头拄仔先听山野花，这条歌讲起来是咧写爸母囡仔的亲情，当时是安怎样写出来？因为这条歌，咱就爱讲到咱这个芒果公主乔佑。当初伊拄要签入去咱校子的时阵，伊足紧张的。伊讲哦这我唱遮侪年，头一摆有人愿意要甲我签约，要甲我出唱片。若是有这个机会，我足希望会当来写一条我的主题曲，来感谢我的爸母。我就专工甲伊讲互我听的故事，我甲写落来。我看到真侪下港人，咱咧做事人，伊种做来请养一家，甲囡仔一个安尼请养大汉，就敢若讲哦，即个果子树伊要安怎吼去布即个苗，豆即个树大长起来，开花结籽，即个过程，即个心酸，即个收成的欢喜，我安尼，我就想，我做囡仔的时阵，我捌看过，看到讲人种稻的。收成的时阵，虽然大粒汗、细粒汗，但是丰收的迄个欢喜，厝内人看到丰收就有通去食饱饭。即款的满足，我就把这个心情写入去。我知影讲老师细汉的时阵，甲爸爸其实也有一段较辛苦的过程，敢若无法度像山野花内底描写，讲遮尔幸福美满的爸囝关系，对无？是啊。其实因为我家己本身我出身较复杂寡，阮老爸带四个某，一个无过门爱算5个，阮老母嫁3个翁，个人的囝，阮老母伫咧阮兜干那生我一个，所以讲伊离开了后，我伫咧阮兜就算有厝的孤儿，是大人，你这咱无法度敬，但是。大兄大姊拢加我足侪岁，所以我还伫咧做囡仔的时阵，我大兄大姊拢出社会所以剩我一个，甲一个孤单老人，一个有厝的孤儿，甲一个孤单老人，两个相依为命啦。所以我真细汉就开始咧，像咱拄仔有听咱乡邻讲我足细汉就开始趁钱。一般人拢想讲我咧趁零用钱，
其实吼，我是爱有斗相共维持家庭。阮老爸56岁才生我，所以讲吼，你看卖，我会晓来读册，会当出去，算讲做一寡线工啊。阮老爸几岁啊？阮老爸要70万呢。所以讲，我接触的这个语言，我感觉讲我今仔我得到的是我的这个我得到宝。如果我若无这个较复杂的这个环境的关系，我今仔袂学习遮济。这嘛人生的体会。是啊，所以讲我是得到的，我无失去啥，我嘛无讲我甲人比，我输人社会，我得到的是更较大的这个宝藏。毋过，当伫咧辛苦的时阵吼，总是嘛加减会对许多人较袂谅解，敢是？我唔知影呢，我感觉讲我家己大概是一个努力想要让自己想的快乐一点。虽然讲我的环境介无快乐，但是我拢家己想做讲，这是天赐予我的，我要互我家己较好过。我的生活我无法度去改变，但上无我去改变我的心情较好过。天嘛赐予你一支足好的文笔。老师足细汉的时阵，讲到法度写文章投稿，有法度你讲的，趁转来厝里斗支持。这就是认证嘛。咱讲你若想要爱啥，你就想办法去认证嘛，对无？我较早我都嘛唔知影，都上作文课，对无？小学就开始教我的志愿啦，我咧写，写，老师互我的这分数嘛算袂歹。有一天我早雄雄经过吼，学校的辅导室，看头前有一个箱啊，一个信箱，伊写投稿箱，有钱人谈就好啦，有钱人谈就好啦，好说好说。我投投稿吼，写我就甲我分数袂歹迄个作文吼，先甲抄落来，先去试看卖，毋捌投过稿嘛吼，毋知要写啥，我试看卖。这个老师有评语的，讲袂歹，我来投。我写这篇写迄个300外字，一个散文小短文，安尼300外字，讲安尼有80块，安尼80块，好。尾我看看，本出来看刊在顶面介爽嘞，敢若报纸呢，咱的文章刊在顶面啊，袂歹，还佫有钱人摕。看边仔迄个那是安那，咱写迄几字。较无100字咧，安尼我就去走去问迄个老师，伊写这有偌济？诗较歹写，所以安尼有100。较戆的嘛要写诗，字较少，钱较济。但是较歹写啊，都有心要甲谈啊，对无？来去研究。我尾我写的头一篇诗就是，这算介卑鄙。我讲伊喺写现代诗，要甲几百字。我去研究一下，我讲我要趁比伊较济，我写20字，共款摕100。五言绝句。迄时你几岁？哪有可能？11岁。我的班导师啊，无相信，伊就我甲我叫去法庭。做人要诚实，说你这去哪里抄的？老师，我不是抄的呢，我自己写的。不可能，急中生智啊，就我讲老师。你不相信我，你怎么可以不相信你的学生？你出个题目，我马上写给你。这个硬斗啊，无再了七步成诗，无你嘛爱记今仔日内底搞出来。结果好佳哉，伊出一个题目，我甲写出来。老师怎么伫遐，伊怎么信？然后有当时这个人生的过程我感觉足深刻的。然后每一个过程拢敢若咧拍这个连续剧同款。毋当甲我的真侪人生内底有啥物款的感想拄着啥物款的人，听过啥物款的故事我拢甲收集起来。来写歌其实嘛是这个无张持的，也毋是超工的。水无色袂看透，
也有轻轻打散，时间随着海水流，一步情小带走。谁的名字刻在老树头，就这两人爱甲老，褪色也有窗，红砖的城楼。往事无声在天口，有情人的爱情苦恼，希望牵手到白头。恋爱无学校，无啥人较敖，情是中恋上歹头。无奈何，环境阻扰。听破真花痴心流，失落的旧情，淡水风云后，梦中高长情声走。轻轻打散，时间随着海水流，一步情小带走。谁的名字刻在老树头，就这两人爱甲老，褪色也有窗，红砖的城楼，往事无声在天口。人的爱情苦恼，希望牵手到白头。恋爱无学校，无啥人较敖，情是中恋上歹头。无奈何，环境阻扰，听破真花痴心流。失落的旧情，淡水风云后，梦中高长情声走。有情人的爱情苦恼，希望牵手到白头。恋爱无学校，无啥人较敖，情是中恋上歹头。无奈何，环境阻扰，听破真花痴心流。失落的旧情，淡水风云后，梦中高长情声走。头拄仔你咧讲投校刊80块，这较简单啊。啊，毋过要投稿到对唱片公司去，一条要共摕几万块。这个过程吼，敢若原来洗骨肉认对无？我自做囡仔开始写文章、写诗，我无想到讲有一天我会来写歌，我完全无想到。平常时我都伫咧这部落格内底吼，有哪有咧写，啊写来分享的，啊做艺娘嘛。啊，就捌有人甲我讨讲，我咧甲人制作唱片吼，啊有需要这歌词，你的这个词敢会使互我试看卖？我当然真好啊！你有这个同好吼，大家会使分享，啊，大家互相切磋嘛。我感觉练功夫嘛，希望有人来比武一下吼。啊，结果这就有一段无介理想的这个过程，一个也卖，一个也啊讲哦。我这条也袂，迄条也袂，扣的讲，我甲你改一句，我先煞要甲你挂名。我讲，
啊，你甲讲规半年，讲要甲见面，一面都无见着，佮尾啊，我家己撞去甲伊见面呢。一见面讲哦，无啦，我太无闲咧。啊，你迄落，你会使佮写一条对唱的无？我即摆欠一条对唱的，我嘛佮戆转来写，互伊，伊讲要甲我添一句，啊，要甲我挂名，我就感觉，迄头前规路行落来，会起毛字敢若无介好。无意思啊。嘿，啊，我嘛是真客气，我嘛讲，无啦，啊，既然都对唱的，无安尼啦，你一半我一半，看你要写查甫的，要写查某的，啊，咱来对话，安尼就一条歌嘛。啊，你挂名，我挂名，啊，大家爱都无输赢嘛。结果伊怎已读不回，啊，怎无消无失去？我想讲，啊，去用装笑的，即款的情绪，毋知要安消透呢。我想着我一个好朋友，即有咱的即个咱民族词作曲家吼，咱的即个苏金凤老师，佫真自信。这金凤兄，我来甲拜托，结果伊客气，伊讲，我有介意，但是我毋捌吼看词来作曲，我拢先作曲，啊，再来填词的，啊，无试看卖，结果试的，伊讲真介意，但是写到一个坎站，都卡伫遐要安怎？伊想想伊吼，佫毋甘，啊，伊小才啦。啊，结果就伊个摕互另外一位文杰老师，吼，这就是文杰老师正式带我入来咱的唱片界，哦，啊，文杰老师我甲伊无熟悉，伊摕到这词，甲伊心声咧，毋捌看人安尼写，啊，伊想想讲，我毋捌讲哦，看词来作曲，无试看卖哦，一试，伊说足欢喜的，伊讲，我搁开发一个新的功夫，我即摆有法度吼，看词来作曲，伊都摕互唱片公司听，啊，怎啊袂去？安尼你敢还佫会记即条歌？当初是头一条卖出去，即条歌歌名？到遮煞，头一条就到遮煞，你甲看卖，我迄阵就爱笑讲，啊，那我头一条歌就到遮煞，因为即条歌卖出去了后，整一年大无搁第二条歌。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对啦，天公伯啊，甲我讲有就好啊，有试过即个检证就好啊，到遮煞啦，人莫伤贪心。啊，我嘛无去想济，反正我自做囡仔就开始写，我无去想遐济，我咧继续写我的。想袂到，拄好迄年过当年，我搁接到一个电话，文杰老师亲信卡的，老师我甲你报告。豪子要甲你签一条歌，哇，龙头老大咧！你知影我食迄场吼来授权书的时阵，拄好元旦，吼，新的一年你甲看，头一天我就食好吉，好彩头，真正是感谢讲哦，咱这头家吼，伊因为好奇心，甲我签落来。了后哦，阮会当合作到即马，真正伊一再互我机会。无论讲吼，我写啥物奇奇怪怪的物件，伊嘛拢有真侪欣赏的角度，互我去发挥。啊，真正感谢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好奇心甲你签来。我去豪子头一摆去拜访的时阵，哦，阮的这个少年党的就问我足好奇的，老实讲，我头一摆我会签你这条歌是，你的写法敢无共款，敢若诗词咧，吼，敢若诗词咧。啊，我吼喺斟酌足久，内底无一字情，无一字爱。啊，但是你咧写情歌，我讲你有用心甲我读我的这个歌词哦。结果这就是阮头一摆的熟悉，就是伫咧遮。啊了后，伊就一直斟酌讲，我写的物件，毋过迄阵哦，即个对美乐丽甲咱即个文字结合吼，啊无介熟的时阵吼，啊，所以讲，迄个时阵还在学习，还在研究，算讲还在甲即个咩咩角角咧甲磨好圆的时阵，所以讲吼，迄头一年敢卖2条歌，第二年卖3条歌，啊，我讲袂歹，有进步。即马就大拍尾啊咧。
着海面日头红，风吹金头鬃，等待有情人，期待倒转的船旁，流传几十冬，岸边乱梦，敢有等着心爱的人？阿嬷的故事讲到心沉重，阮惊听到目眶红。阮也有美丽恋梦，多情花蕊更深芳。不知伊的心甲阮敢相共，也是心内有别人。痴痴等，痴痴的人拢相共。梦心爱的人，双手将阮牵，一生一世做同盟。若是老汤，望着海面日头红，风吹金头鬃，等待有情人，期待倒转的船旁，流传几十冬，岸边乱梦，敢有等着心爱的人？阿嬷的故事讲到心沉重。听到目眶红，阮也有美丽恋梦，多情花蕊更深芳。不知伊的心甲阮敢相共，也是心内有别人。茫茫摇，痴痴等，痴痴的人拢相共。手将阮牵，一生一世做同盟。阮也有美丽恋梦，多情花蕊更深芳。不知伊的心甲阮敢相共，也是心内有别人。痴痴等，痴痴的人拢相共。梦心爱的人，双手将阮牵，一生一世做同盟。老师，安尼讲起来，《面包汤》这条歌对你来讲，算真有特殊的意义呢。因为这条歌吼，互我嫁入豪门，踏入这个豪记唱片的门，吼，嫁入豪门。啊，毋那开始讲吼，我这个写歌的人生。啊，那安尼吼，恁唔捌看过，因为敢若捌看过蔡老师做演员、拍广告，佮甲咱问讲你累了吗？恁唔捌听过蔡老师唱歌？月光落地，一人孤单找暝长，梦中成双，天价拍星怨天光。啊，这嘛是我这就是阮头家对我好奇的所在啊。为什么甲歌写甲那诗？
我就先做演员，我当来写歌的嘛。所以讲，我对这影像的物件吼，就较有概念。月光落地哦，光落来啊，画面出来啊。月光落地，一人孤单侧面长。你一个人啊，我就咧想着我迄个爱的人啊，我即马吼曝光大道，我就袂当见着伊，我咧安那害相思嘛。相思毋是病啊，但是吼，比病较要紧。所以暝哪会遮尔长，一分一秒度日如年。我当时通到天光啊，一人孤单侧面长，我足侧，这天哪袂光，因为天光啊，我会当去做别项代志啊。啊，这天袂光，我敢会当关咧遮，啊，要困佫困袂去，足侧。第二句是啥？梦中成双，叫困去啊！啊，真无简单。我伫咧梦中，哎呀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我梦着我心爱迄个人，两个搭咧手牵手，啊，咱咧搭咧河边春梦，两个搭咧谈恋爱尔。啥物？无代志，迄只鸡毋掠去刣，啊，伫遐咕咕咕甲吵起来，哎哟，梦中成双，天家拍醒，怨天光。他拄咧测讲天袂光，即摆咧怨天哪会遐加光？所以那是谈恋爱的人的心情，伫咧遮就是一块自我矛盾嘛。同款一件代志，你伫咧无同款的心情的时阵，观点无同款。无同款的角度看，徛伫西帽山，甲徛伫观音山，当然体会就无同。啊，观众朋友听来到遮吼，经过原作者唱，经过原作者解说，歌词真正伊写的啦。啊，毋啦，老师头拄我咧讲观音山，咱嘛知影讲你足够用现代词，向过去遮经典的台语歌，表达一种致敬的心意。咱咧听淡水古情，哇，内底一字一句贴甲遮尔幼路，讲究甲遮尔深入，真正互人体会，讲新一代阁有即个遮雅气的台语歌的作品。因为阮较早咧学作文嘛，吼，咱就爱5个 W， 人事时地物嘛，吼，拢有，而且阁毋啦，伊连色彩。时间的过程，你讲人毋是干那一个人哦，伊内底五花十色，啥物人都有。会使讲哦，画面都伫咧头前，伫咧拢足活动的咧演。我尾啊大汉吼，了后啊，搭有即个机会，搭去研究，我啊，原来叶俊麟老师，伊本身就是一个编剧，所以讲伊家己当作剧本咧写出来，即条歌哎呀莫怪。那遮水，所以讲哦，伫咧我做囡仔的时阵，我这个心目中吼，有太侪这经典的这台语歌，尤其我感觉讲伊内底吼，这感情足深的，啊，伊阁有唱着足侪无坦白，人讲吼，这个比喻也好啦，吼，也是讲吼，伊想要来做一个影射，吼，足侪像阮爸母单。伊其实内底每一段拢咧讲的查某人哦，的即个伊的即个纯洁哦，啊守节哦，啊甲讲伊要做代志哦，咱着爱安怎爱本分。每一段内底伊敢若拢咧写牡丹，其实伊就来讲查某人是安怎。所以讲我感觉啊，这遮尔啊深的物件，就是伫咧遮少的文字内底啊，我着要学习。然后我上介意就是讲，咱叶俊麟老师这个淡水模式，伊个内底所有的时间过程，敢若真正我咧看连续剧安尼演出来互我看。啊，我讲哦，我若有一天我会晓写歌，我要来写歌来向因致敬。但是我真正我对袂着啦，对袂着因1/1000。然后我敢若会当讲学习讲啊，我着真欢喜讲，我嘛加入这个业界，我家己做演员。对这影像的这个吼，要安怎来甲伊呈现？我尽量。几十年来，我对这个淡水模式，伊内底迄个气氛、迄个年代，吼，迄款的心情，我甲伊转化。经过几十年啊，遐个人会安怎？我想讲，若要以主角的这角度来看，淡水模式，伊是一个少年人的心情，足活跳的。而且看这一切哦，所有一切拢是欢喜的。但是经过几十年啊，迄个少年人即马几岁啊？伫个哦，人讲景致依旧在，人事已全非。啊，经过遮侪年了后，这个故事有啥改变？是啦，咱拢去遐看啥物？
看这个日头落山嘛，头一个我就是淡水无热，袂看头。因为这个代志还在流传呢，这条歌即摆还阁大家还在唱。安那夜幕轻轻踏山后，我嘛咧学伊时间的过程。因为你若讲吼，咱即个日头要落山，你若捌去看过，你就知影。尤其伫海边啊，尤其伫咧山顶，是1秒钟就差足济啊，几秒钟就无去啊。所以安那你意犹未尽的时阵，夜幕轻轻踏山后，就踏伫咱观音山。因为对咱淡水河口遐落去的日头，观音山这边已经暗落来。所以讲，我伫咧这个内底，我咧甲这个时间的流程，甲这个光线甲这个景画面，我头一个就要互你想起，你捌去过的淡水，你捌看过迄粒日头。我希望讲我会当做甲到，所以讲你今仔日你这个少年人安怎经过遮侪年，你搁去遐行，你当初刻的名还伫遐，但是迄个查某囡仔即摆毋知过了好无？所有咱行过的每一步，每一个所在拢还伫的，但是安怎最后敢若会当梦中的钟声？为啥？我当初欠你迄个婚礼的钟声，从来毋捌响起，但是我即个心从来毋捌袂记的。所以我伫咧梦中，我不时听到迄个钟声然后得袂到的上好，一世人你会记的，拢是迄个得袂到的迄项，爱袂到的迄个人。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爱情故事。香玲姐有讲一句话，哈，伊讲你过去你家己的感情的关系中间，我呐真委屈。我感觉讲吼，这嘛是一款的成长过程啦，嘛是要互我吸收更较侪营养。人生吼，足侪物件，你要去幻想，你嘛着爱有安尼的资分，你当有法度去培养这款的物件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你有安尼的过程。当然，我可能我的过程，可能我的过程甲你无完全同款，但是咱一定有某物时阵，咱的感情、心情是定态的。所以讲，我讲吼这个感情无顺时，普通就是咱创作者上迄个灵感大爆发的时阵，我捌家己写情歌，写到家己伫遐欲罢不能。真正一个人咧写歌，写到写袂落去，停伫遐骂吼，哭甲呢，哭甲呢，好啊，我感觉哭袂落啊，好，我转来开始写，我有感觉讲，这条歌会对哦，因为可以感动自己，你就可以感动别人。当然啦，这是一款的自我鼓励、自我安慰，但是事实上嘛是安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讲过，我写诗，我会讲我写诗出身，所以讲我用字真感性，嘛希望讲会当伫咧上简单的文字内底注入上深的感情。命在伤心将难断，强求结果是遗憾，爱为何苦这艰难？将爱分人不情愿，幸福潇洒。只我风人，何必留恋？为你心乱，惨惨我心将你分。
欢迎台语的歌后林珊，林珊姐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啊，国珍大哥你好，还有我们的香怡老师，珊姐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终于来上我们这么有气质的一个节目，心所爱的歌，一定要来上啊！我讲，哎呦，我这菜椒唔知第时代会拄着，但系我会通过。不，对啦，你伫这个歌坛呐，哈，算讲是菜椒啊，菜椒啊。不过你伫演戏方面，哎呦，你是那个呢，资深呢。好啦，我那20几档了，也唔敢讲资深呢。啊，是哦。哎呀，做红声的，无老师，咱若讲安尼吼，咱嘛爱替蔡老师晓摆一下。嘿，若要比这个作品点播的数量，我嘛唔是菜椒啊。今仔日吼邀请到林珊姐来做蔡老师的代言人，还有你家己何必留恋，嘛是来做豪记的代言人，我嘛足欢喜。谢谢，很荣幸，哎，终于来了，对，很开心。然后今仔日所找的是咱香怡老师作词的那个歌曲，哎，真的呢，每一首吼，恁拢摕起来听，你会感觉讲哇，香怡老师真正多才多艺，演戏厉害。然后竟然写歌词也真厉害，而且他的风格很多。有一点仔日本嘅演歌，有日语的哦。我进前，甲较进前有唱到你一首。路人加油。对，路人加油。内底就我还无咧唱日语，不过我就加了一点点日语，让我也尝鲜到了这样子。所以唔单这3首我今仔日唱，其实有足侪首拢足好听。其实吼，我上爱听你唱写相思。啊，真的，我就爱的，迄是你写的词啊，甲是廖伟志廖老师的曲哦。啊，廖老师，像你头拄仔咧讲写相思，原来吼真正写出迄款等待的人的心情。哎呦啊，你无见着面的时阵，咱就是一个啊想这想那，你话像像啊咧电影电视看到，摕一蕊花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哎呀，真正讲啊，他爱我，伊就爱你嘛。啊，他不爱我，他就不爱你吗？无嘛，啊，就是安怎，家己吼自找烦恼。是，啊，所以讲，拢家己咧想。是啊，是疼，也是甜，对无？啊，你这是酸，也是悲，是，对无？啊，就是家己咧啊想，啊，伊无来，伊是安怎？伊是甲我袂记的，还是伊放煞我？哎呦，要求伊敢会出代志？啊，无，伊无出代志，啊，无出代志，啥无来？啊，伊变心吗？我跟你做代志。真正，我感觉吼，像写歌词的老师吼，要有一种特质的，像你讲安尼，想出侪。哪晓的？嘿，所以开始才写出这么侪故事出来，你感觉袂？是啊。对啊，像我想要写，不过我感觉我写袂出来呢，我只好用唱的。你讲，我今仔日我看你，当来听这个歌。我就爱搁去想，唔是我听，直接就入心吗？所以啊，透过这个声音，为什么？因为声音内底有感情，我就欢喜的。我笑笑咧唱歌，这条歌我听，我就已经听到你的笑声，听到你的欢喜。所以讲，我写遐济，你唔免去看文字，上无我唔知你的故事，但是你的心情，我透过你的歌声，我就已经感受到迄个心情。所以歌手吼太重要。重要的角色，或者讲我要请林珊姐来讲一下。啊，你接到写相思，佮有接到今仔日甲阮唱这条《何必留恋》。你安尼未录音之前，读，你有啥物款的想法？有啥物款的体会？那歌这么侪首吼，其实咱拢想讲，老师想要写出来要表达，互大家听的，也是故事是啥物，所以先去念那个歌词。嘿，啊，整个故事大概了解啊，哇，然后你得去看遐。文字是重点是伫倒，其实讲词加曲嘛最重要的。因每句起来吼，真正有你感觉你加上咱家己的歌声了，整个就是感觉就是火起来了。你会感觉这个所在我应该爱安那唱会更较好。设计唱法。对，设计，对，咱就是像设计师一样，对。因为今仔唱这歌吼，除了我家己何必留恋。其他2首呢，拢是点阅率、点播率足高的呢，所以我很有压力，而且很有挑战性，对，因为本身主唱人的唱了就好诶，所以大概迄种我都惊吼，迄种
既定印象啊，今仔吼，他顶下我唱起来吼，会迄个感觉吼，大家讲无啥习惯的。袂啦，林珊姐，系啊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伫艺界、伫歌坛咧行的路，本来就是大只鸡问题。你甲想，较早人捌你一生甘愿为你错，捌你上过心的人，是，过偌久的过程，哇！你即马大发挥，甚至连迄个真心开口的歌，有感觉才做伙，你嘛唱过才赞。哎呦，你有知这首哦？我昨嘛在听。安尼啊，或者做新的，这看我以前的传统唱法完全无共款。啊，较早吼，我正对下港搬去台北的时阵，以早阮若伫下港要看电影吼，爱骑脚踏车，啊，阮兄哥载我爱去甲镇上吼，也是迄个街啊，哪有通好戏人看。啊，搬来台北，阮兜隔壁就戏啊，好介好，好看免钱的，因为我一粒仔囝，迄阵佫还袂读册，正搬起来台北吼。上介爽的，就是我逐工去看电影。啊，奇怪，那逐工做共款。啊，是安尼啊？啊，囡仔就毋捌。啊吼，逐工目睭闭金，啊累吼，啊厝内无人，啊无就入来电影院。较早伫迄庄口毋捌找过啥物叫冷气。迄电影院内底都有冷气。啊，只要来台北吼，袂歹，入来内底找一位坐咧。就伫遐吹冷气看电影，啊，我解释是，迄个我来遐安平对象剧，一直做，做袂下档，拢无落档的啊。时阵，互你印象，一直做，啊，我逐工去看，逐工拢哭出来，头仔去看，毋知伊咧做啥，看到尾啊，说敢若看有诶款，迄阵5、6岁啊，啊，看啊哭出来，逐工哭出来，啊，贴票一下，妹妹你咧哭啥？你足可怜呢，就知影足可怜的。结果印象中上深的，就是迄个查某囡仔，伊是一个混血儿嘛，啊，徛咧港口，摕一个牌啊，要找老爸。要找老爸，我感觉迄个囡仔足可怜的。啊，我就迄个印象，啊，迄个时阵迄条歌一直听，一直放送。我就想，这是我印象中足深的一条歌。然后我共款，我要来写续集。我开始写歌，我踏入豪门啦。我开始真正要认真来写歌，所以我就安平对象剧是我生活中上介深的记忆，我就把安平对象剧写落来。我讲这个故事，我去查资料，我喺图书馆查资料，这个故事200几年前的故事啊，要到300年前。但是为什么个我看到的电影无甲遐久啊？啊，但是一代搁传过一代，一代搁再传过一代。啊，原来谈恋爱的人，爱情拢共款，无论是古早人，还是阿嬷的年代，还是甚至我即摆的年代，爱情拢是共款的，迄个心情拢共款。我嘛做欣赏湘怡老师伊的词，伊这词写得遮水，啊，而且歌很多元，我嘛做爱唱无共款感觉的歌曲，对，所以。有啊，我嘛是捌甲某一寡老师讨，不过有当时啊吼，真正足奇怪，就是无法度伫我的手里唱。其实很多吼，我介意的歌曲哦，很奇怪，就是唔知走去倒去。我看可能拢你娘人的啦。其实吼，咱这歌会惊人啦。嘿，真个缘分啊，所以何必留恋？为什么会走来我家？我嘛感觉讲，迄时阵收到这首歌的时阵，我讲这个笑落有小可，就是讲开口的物件，吼，足久迄时阵嘛，拄好讲有足久一段时间无唱这种歌，这种歌型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哇，好开心哦，嘿，何必如回味一下。对，然后你爱唱较阿萨里的，较有气力的安尼，因为我以前拢较唱较软的，较抒情的歌路啦，嘿，啊，这首算讲有一点较撒开的感觉，我感觉我家己认为啊，下定决心，对，女人的这决心，是啊，其实我不知不觉啊，你讲甲老师讨歌，不知不觉我其实呢，伫这何必留恋进前，我就有唱着老师的歌，对，我讲女人加油，嘿啊，啊，佮有好多啊，其实你也去吹蔡湘怡老师的作品，甲林珊啊，有好几首歌，对，未来爱搁较济，是，我继续期待。的。感谢蔡老师，感谢林珊姐，辛苦离后长，两位所行艺界的路，
我拢有这款的体会。啊，咱爱愈来愈好。蔡老师，你嘛互我拜托，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，印一个，互大家久长流传的手印。老师，请。哇哦，这爱真正爱出骹手，哎这有纪念性的，哎，咱印了好哦。台湾好莱坞，会真的，搭一届机会呢，啊无够到底运了。老师，请坐。老师来。哦，完成，感谢林珊姐，感谢蔡老师。谢谢。今仔日用你的歌名讲几句啊收煞咧。面对淡水孤情，心内咧写伤诗，甲家己讲何必留恋，总是此后望讲每日会当唱出甘甜愈人心。不过我要改一条歌名，因为不是到这煞，是蔡湘怡老师的歌永远唱袂煞。多谢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多谢，谢谢。